来看德国政府本地暗示要补贴50亿欧元，予台积电去德国设厂，也毋过传出讲，因为德国法院针对防疫基金执行违宪的判决咯，这嘛有可能影响到台积电设厂的计划。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，有甲台积电保持联络，有需要一定会来协助。德国联邦宪法法庭顶个月裁决，联邦政府将2021年规模600亿欧元的防疫基金转做气候加转型基金的做法违宪，恐惊影响德国补贴台积电的设厂计划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，当有密切甲台积电联系。我们都有跟台积电密切联系哈，那大家也看到德国政府也公开说明哈，他们会来解决这个预算的问题，我们一定都会协助。那现在比较主要的问题是要先确认，这个德国方面哈，这个相关的预算能不能克服？原先德国政府要补贴50亿欧元，到日台积电德国厂的补贴。根据知影头尾人士透露，那德国政府改变也是减少原本的补助，台积电可能会重新协商，伫德勒斯登投资晶圆厂的条件，包括甲德国合资企业伙伴协议，相差的状况可能会取消设厂。这个进程，台积电拢还未做出回应，也毋过专家认为。台积电德国厂预计2024年后半年才要动土，2027年才要开始生产。加上后面德国市场只占台积电营收的5%，万一真正取消设厂，影响应该不大。要求台积电在德勒斯登建2厂、3厂，而且技术的制程能够持续延伸到5奈米到3奈米制程，所以他们一定会让这件事情获得解决，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专家认为，台积电虽然未讲取消设厂，也毋过设厂的时程可能会受到补贴有变化来延后。另外，原先得到德国政府补助的英特尔，是对德国政府有信心，有愿会按照原定计划来设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